組織朋友到老婆公司嘅果園聚餐，朋友酒後掉以溺亡，要承擔賠償責任嗎？今日我哋帶來一個令人痛心又引人深思嘅案件。朋友果園聚餐後酒後溺亡，組織者同埋公司是否需要承擔責任？喺一日嘅中午，李四就組織黃五等朋友喺佢老婆公司承包嘅果園共進午餐。午餐期間，大家共同飲酒，但係冇獻酒嘅行為。食咗飯之後咧，黃五就嚟到果園嘅魚塘釣魚啦。唔好彩，黃五喺流魚缸嘅時候不慎落入水中溺亡。黃五嘅家屬就將呢間公司、李四以及其他同飲酒嘅人一齊告到法院，要求公司同埋李四承擔40%嘅賠償責任，其他同飲者承擔20%嘅賠償責任，共計57萬幾。法院認為，李四作為聚餐嘅組織者，邀請朋友到佢老婆所開辦公司管理嘅果園聚餐，並允許朋友飲咗酒之後喺魚塘去釣魚。李四對魚塘嘅危險性係非常清楚嘅，但係咧冇將呢個相關嘅情況講俾黃五知，亦都未採取勸阻等防範風險嘅舉措，未盡到安全保障嘅注意義務。公司咧作為魚塘嘅管理者咧，允許會來嘅人員喺魚塘釣魚，未喺周邊設立明顯嘅警示標識，未設置合理嘅救援嘅設施同埋專業嘅救援人員，亦都未安排巡邏嘅人員對呢個魚塘嘅進行安全嘅巡視，導致無法喺第一時間發現黃五喺呢個非釣魚區釣魚。未能喺事故發生之後及時實施專業科學嘅有效嘅救助，佢嘅安全保障義務係存在明顯嘅缺失嘅。我哋再講講黃五。黃五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嘅人，過於自信，將自己處於危險嘅環境中，對自己死亡嘅結果發生應該承擔主要嘅責任。最後咧，法院就判決李四同埋公司各自負擔15%嘅賠償責任。各自賠咗黃五家屬11萬幾。呢單案件俾我哋敲響咗警鐘，可唔可以以後都唔敢組織朋友聚餐呢？當然唔係啦。作為活動嘅組織者，應該盡到更高嘅注意義務，確保活動場所嘅安全性，避免參與者因為疏忽陷入危險。作為參與者，應該清楚認識自己嘅身體狀況、酒量以及飲酒可能帶來嘅風險，避免酒後從事危險性較高嘅活動。